主后2023年12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我的上帝是一切的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。以赛亚书44章1节到23节。上主讲：雅各我的仆人，当着听，我所拣选的以色列，听咧。捏造你对母胎就塑造你，要帮赞你迄位上主安尼讲：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毋免惊，你是我所疼、我所拣选的。我要摒落水，互喙焦的地；我要互焦燥的地有溪水得流。我要将我的神摒互你的后代，要赐福气互你的子孙。因会亲像草伫水充足的所在大长，亲像柳树伫水直直流的溪边生长。有人话讲我属上主，另外一个甲家己号名叫雅各，搁一个伫手的顶面写上主的，自称做以色列。上主统治以色列的救赎主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是开始，我是结束，我以外无上帝。啥人会当甲我比？着出来讲，我捌对古早的子民有过要发生的代志，伊嘛通安尼宣告将来的事。恁毋免惊，嘛毋免掣。我减无早就对恁宣告，恁是我的见证人。我以外减有上帝，减有互恁通闪密的石盘，我知连一个都无。所有制造偶像的人拢无路用，因所喜意的拢无利益。拜偶像的人拢痴迷无知，因拢为失败见效。啥人制造神明，铸造无路用的偶像？你看，伊的同伴拢为见效。师傅不过是人，互因拢组织活来，准备上法庭，因的行刑拢为见效。拍铁师傅甲铁囥伫火炭内浮予红，英勇的手骨举杠槌，拍出形体。伊若枵就无力，喙焦无啉水就野线。目睭用尖线娘，用粉笔画线，用各种器具雕刻，用圆笑画模，照人的款式做水的人形做偶像，甲伊栽伫庙内。伊插碧香树，搁经青铜树甲橡树，互因伫树林内生长。伊栽种橡树，挺下雨水润泽，互伊大长。然后树炒起来做火柴，有诶摕来互厝内较烧热，有诶点倒通烘饼煮鸡，搁一寡做神像、甲跪、甲拜。一半的茶伊去迄烘肉来食，食到满足，伊嘛家己哪烘哪讲赞，我看火得倒，感觉真烧热。伊用所剩的茶做一个神明，做偶像，跪落去甲拜，对伊祈祷讲：你是我的神明，救我。即款人毋捌，阁袂理解，因为上主甲因的目睭糊地，互因看袂到，心智塌地，袂晓想。因拢无得想，无知识，无聪明，通讲。一半的茶我用做火炭烘饼，嘛烘肉来食，所剩的茶
我减通用来做一个偶像，我减通跪落去拜一块柴头，因用迄副准饭食，戆甲互人怪气，无法度救家己。因毋承认手耳旁的偶像根本毋是神明。上主安尼讲：雅各啊，着会记得这个代志。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塑造你，你是我的仆人。以色列啊，我一定袂甲你袂记得。我已经甲你的罪过扫除，亲像甲蜜粉吹散，擦消你的罪恶，亲像互薄雾消散。着归向我，因为我有救赎你。这个天啊，着欢喜唱歌，因为上主有做即项代志。地深坑啊，着大声喝；大山小山啊，着出声唱歌。树林甲内面所有的树啊，着唱，因为上主有救赎雅各，伊要通过以色列显示伊的荣耀。我的上帝是一切的主。当先知以赛亚宣告，上帝特别引带以色列人民对巴比伦回归，人民的心中难免担忧甲存疑。毕竟，因捌互即个祭拜偶像的外邦拍败诚侪俘虏，但因拄生活伫巴比伦。为着要化解人民的忧虑，上帝借先知以赛亚提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：第一，有倒一个神会当甲上帝相比拼？以赛亚书44章第19到第8节讲到，只有伊是上帝，因为伊是开始也是终结。历史的一切拢伫伊的掌握中。因为上帝的能力大过一切。这位上帝过去不但竞选以色列帮赞歌拥有因，甚至互周围的人欣赏上帝的竞选，想加入伫因。上帝绝对袂忘记伊的子民，伊要赦免因的罪，伊呼吁以色列人回转。伊也要借以色列的经历，显示伊是真正大能的主。搁全地关山树林，也因为上帝对以色列的拯救发出号召。第二，偶像究竟是甚物？第9节到20节讲到，偶像是对围绕喙焦、疲劳野线的人所制造。人用金银铸造木材雕刻，借木斗抠刀，仿照人的体态雕刻的形象。同一丛树木，除了雕刻形象，也会当做柴盒，用来烘饼，还是物烧。更较可悲的是，制作人竟然无察觉偶像的有限，搁去敬拜伊。所以偶像并无意义，拜偶像的人总有蒙羞见笑的一日。台湾庙宇满世界，搁每年有一部分的庙宇会绕境风靡全台，总是这个偶像敢真正有遐大的气力？捌有一位高志道大师捌分享伊信主以前的故事。捌有庙宇请伊雕刻妈祖的神像，佮希望会当比别间庙的神像佮较水。伊经过思考了后，完成神像，庙方真欢喜，因为的确是比其他庙宇的妈祖神像佮较水。听讲后来真侪妈祖神像差不多拢用迄位女星的面来做模型。这位
高志德大师信主了后，当伊伫回想即件代志，袂禁伫得问：到底人是咧拜偶像，还是咧拜迄位女歌星？信众认为迄个神像真有气力，毋过实际上，迄尊神像却是伊用刀雕刻出来。检采通安尼推论，搁再过一寡年日，检会有庙宇要修改因的神像外形咧。偶像需要透过人的手还是机器来制作，上帝却是创造人和一切的主宰。上帝是始终存在、掌管一切的主，伊知影过去、现在甲将来，伊会互人安慰甲反省，伊搁较爱带领人行回属于伊的队伍。这一切绝对毋是人的手所造的偶像通完成的。默想，面对台湾真侪庙宇、偶像，我是毋是好好思考家己所信的上帝，和遐个神明有啥物无共？我安怎踮安尼的环境中荣耀上帝？面对台湾真侪庙宇、偶像，我是毋是好好思考家己所信的上帝，和遐个神明有啥物无共？我安怎踮安尼的环境中荣耀上帝？咱来祈祷，大能的上帝，你是起初甲煞尾的主，求你帮助我搁较认捌你，也搁较清楚偶像有限甲无能。主啊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我愿意安然来跟对你，一生荣耀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